还想不想听？好，我们再喊一次阿狗喽，阿狗，阿狗，阿狗，哦，叔叔来了。几点啊？不要超过时间了。你们无所谓，我有所谓啊。我还2拖呢。好，然后我想一个方式啊，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没看过，然后我觉得部落弟弟妹妹也很难得上来台北，然后我让人感受一下在台北其实很喜欢原住民人，然后让他们有多一点的表现机会，然后我们让看他们跳舞，可是用我的歌，好不好？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？他们这样才会回去炫耀说我去过台北。好，我花园部落的改油印小姐，带这首歌《善良的女孩》。